中國騙徒對香港婦女的行騙說話。我最喜歡香港上了年紀的婦女，年紀越大我越喜歡。你年紀大我30年，我特別喜歡。我係一個投資專家，中國政府都要揾我做投資，我可以幫你投資。你放心，我不是騙徒，不會呃你的錢。我最討厭騙徒的，你可以放心給我錢幫你投資。我的投資每年回報有70%，即係投資100萬每年便可以賺70萬。我給你在大陸的中國銀行戶口。你盡快入錢去我銀行戶口，我便可以立刻幫你投資。你入完錢之後立刻通知我，我確認收到錢之後，約時間你上來深圳見下面，我同你去酒店食飯。香港婦女便立刻給中國騙徒200萬至600萬，中國騙徒收了錢之後便會立刻失蹤，香港婦女永遠找不到中國騙徒。